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开讲，讲几句现代社会流行的台湾话。头一句咱来讲，台湾当年烫天拢有选举，有的人世界认真咧经营，同济会、扶轮社、西主会安尼一直去拜托。有的人敢若靠空气票，这句空气票吼，伊就是文理顶头安尼咧解说，唔是哦。咱讲啥做空气票？空气我知啦，国情啊，到地球满世界拢有空气，人若无空气，无才调喘气，无才调生活，无才调继续活落去哦。唔是，台湾话咧讲的空气，就是讲化空中的真甲假，互你无才调准则的。对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有的人用拜托用个组织的，有的人唔是敢若靠演讲，化落去票自然就来啊。毋过空气票，化空气的，这就表明讲票还未开，你唔知影讲到底是咧到倒位，真假难分。讲到一句真假难分，搁另外一句社会上流行的话，讲叫做乌面擦。啥做乌面擦？我做一个句，互你参考。有的人讲翡翠哦，金珠玉器乌面擦哦；有的人讲臭扑茶乌面擦哦，普洱茶这款的唔捌唔通摸哦。对，这就华语流行话咧讲的，讲吼水真深啦，意思讲熟悉骗厝内，捌的会食唔捌的。安尼台湾流行一句话，讲叫做乌面擦。这嘛毋是即马才有的话哦。高检查早前的字典人都有记载哦。意思讲，你都要认真研究哦。捌臭扑茶你才通去买，翡翠你才通去摸。讲到茶吼，我阁想到另外一句，原来社会目前流行的话，这句讲叫做兄弟茶。当然，这句话目前媒体拢有咧报，有的朋友你已经知影安怎样解说啊。搁将原来跳较明咧。这共款毋是表面文理解说，兄弟着你我喊我弟来，我泡茶请啉，官腔家庭只确生丁，毋是啦。兄弟茶，即句兄弟就是讲佚佗人的兄弟啦。来到咱兜椅仔坐落，来，我即斤吼5万啦，因为吼小弟即摆咧走路，你当作甲我捧场，吼兄弟茶即个意思哦，毋是迄个讲野球的迄个球队出产的茶哦，毋是啦，意思就是讲吼来遮。要甲你拗慢，要甲你献腹肚边，要甲你压饱的啦。毋知即句压饱茶、兄弟茶，社会即马有人咧讲。当然啦，知己的朋友叫捧场，人嘛会讲笑讲，我来遮吼卖你兄弟茶啦。所以国正今日讲到遮，要甲你塞奶一下。我这解文说理兄弟节目，互我压饱，逐工拢爱甲我看我嚼，对我调，感谢你。